惊生少加上高龄化，咱台湾的劳动力是逐年咧下降。台中市顶在活动，就甲这欠工的业者，也佫有中高龄的族群斗牵线，是成要300个人来找头路。有业者甚至是开53000的薪水要请人。帮我写公司啊，然后职位。63岁市长的负责人来到找人才活动，认真咧填履历表。去年底伊离开物业公司，想要找一个新的头路。我有给他过那个就是履历呀，因为他已经来现场，那我就是再给自己一个机会看看。台中太平区公所这场中高龄找人才活动，真侪55岁以上无头路，或者是想要转去食头路的民众来到现场，拢总有13间厂商提供570个工作机会。其中，这观光餐饮旅宿业，佮有传统产业欠工是上界严重的。有数家公司甚至开出技术人员月给53000块这悬的薪水要找人才。业者认为中高龄和少年人比起来，有较侪经验，而且嘛较愿意付出。他们毕竟是以前从基层一直打拼到某一个程度所获得到的一个知识，所以中高龄他们的一个优势，我觉得是在于经验还有知识方面。第一个他们有经验，对，然后再来是其实他们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对，其实这2个特点都是我们公司是非常想要的人才。台中劳工局表示，台中目前失业率是3.4%，是6都内底第2低。不过，因为少子化和高龄化影响，整体劳动力人口逐年拢在下降，欠工行业甲人才范围转向中高龄是趋势。到参率都远低于国际的一个平均标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多鼓励一些中高龄的劳工可以进入我们的就业市场。劳动部统计，台中市劳动参与率是60.9%，中央和地方拢拍拼咧鼓励中高龄加入就业市场。市府讲，今年找人才有60%拢成功找到人，有就业需求的民众会当拢来试看卖。记者杨明峰、彭焕群，台中报道。